困难的，足歹量的。足好耍，足趣味。真的好辛苦哦。我伫工会咧走跳时，你还阁唔知伫倒位佚佗咧？嘿，无毋对，我是头一摆演台语剧。零星杯水唔杯，就是我王金玲第一摆演出的台语戏。这是我头一摆用台语演戏。啊，阁是全台语，我真正是讲到我嘴拢要拍夹吧。你两个在创啥？这已经毋是我第一届演出台语的片，正经是台语的8点档。即马我平常是袂讲台语，因为其实身躯边的人无人会使甲伊讲。租赁服务管理啊，包租代管业者，这几个字敢有写做共款？不离啊困难，因为真侪字是专有名词，迄是袂当后袂讲的。甲厝整理了，互你的厝是比较搁较悬一撮啦，有去拍做人较好势。我的惯势是想要用租这个字，啊，毋过较正式来讲是税厝。casting 的时候，导演觉得我的台语怎么会有那个韩文腔？台语是那种紧架，但是韩文是紧加。歹人的歹好，就是去互恁遮的好人个心歹去啦。他真的不是坏人，我可以讲成，伊真正不是歹人，伊真正不是歹人。啊，即马我是有听有伊咧讲台语，安尼算是真厉害啊。我身躯边年岁较大的朋友其实是较侪，我会甲伊讲，我即马咧拍一出台语台的戏，啊，会使甲我常常讲台语。同志，听讲你要上好上久哦，我听迄边的观众讲，对啊。伊讲了安尼，我就讲一句，所以辛苦啊，辛苦啊，多来多来。真正了不起。啊，是啊。有因为家己对家己的要求感觉有压力，少完成家己的。我现在会遮白痴，我哪连这拢讲无好嘿，我就会安尼。对不起，我忘了。啊，就是学台语，好辛苦哦。好像听到恋爱时期秀，真的好辛苦，谢谢，真的好辛苦哦。你真正不是怕人都要讲100次，真的好痛苦哦。两个腔都可以，包州台冠或是包州都可以。包州台冠还是包州台冠？啊，OK，我懂，就是台，有点像。我是足想要学台语的，我嘛足欢喜会当用台语演戏。嘿，对，更较重要的是，我阿妈会使看我用台语演出的戏剧，伊应该嘛会足欢喜的。会晓讲台语是一个足拽的代志。伫我这个年岁，会使讲台语是一件足赞的代志。